Hello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定。咁咧，我今日咧要講一條咧城巴取消咗咧匯市大線嘅事，即係城巴嘅賺錢線。佢就係8P 啊，冇錯。呢條線咧，佢係由會展站開去南灣半島嘅。咁咧，其實咧呢條線咧有好多人搭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喺銅鑼灣、灣仔、天后呢啲地方咧，其實冇乜車係去到南灣半島嘅。所以好多人都會揀搭呢條線，特別係銅鑼灣。我自己咧就住銅鑼灣附近嘅，差唔多。咁咧，我一落到去，平常都去百德新街嗰度影巴士啦。之後咧，我好幾次咧補習社放學之後咧，都係見到一堆嘅人咧喺度排8P，係啦，就喺度排8P。有時候咧就排下都要排到成條 U 字形咁樣嘅隊啊，係啊。咁8P咧，佢咧就有時候咧就多到咧係用就開銅鑼灣特別車啦。咁我講下佢嘅歷史啦。8P咧就開辦喺1998年嘅9月1號，咁就係中巴新巴運營嘅第一日嗰日開辦嘅。嗰陣咧會展咧仲叫灣仔北，或者係灣仔北，又或者係灣仔碼頭。不過咧灣仔碼頭咧就喺順帶一提啦，我哋唔好講啲灣仔碼頭嗰啲嘢。佢咧以前總站咧好似就話係小西灣總站。不過嗰個小西灣總站好似係講係小西灣村，因為南灣半島其實都要小西灣，就小西灣總站遷移咗去南灣半島啦。咁其實呢條線咧，佢因為其實都幾密嘅，就咧喺會展站開出嘅話咧，一班次係唔會超過15至20分鐘一班嘅，即係都會講笑。啱啱揾到啦，星期1至5凌晨係20分鐘一班。好，咁佢大多數時間都幾密嘅，特別係返工嘅繁忙時間啦。咁6點到9點嘅時間咧，都係5至7分鐘大概左右嘅班車啦。係啦，南灣半島開出方向。不過咧，我就唔知點解咧，由會展站開出嘅方向咧，佢6點到8點係大概12至15分鐘嘅班車喎，就好搞笑嘅。咁星期六6點至9點嘅班次咧就有啲疏，20分鐘，唔係有啲係好疏，20分鐘嘅班車，奇怪，好奇怪。咁同埋咧，嗰啲人咧，如果你唔搭巴士嘅話，你哋可以搭的士。連的士都知道啦，好貴嘅，所以咧好多人有地鐵又唔到南灣半島喎。相信如果你係要去嗰個柴灣站嘅話，你都係搭地鐵啦。不過有條8號都係去嘅，不過嗰條8號佢都係去柴灣，不過sorry，即係嗰個位咧，城巴咧就叫佢做杏花村，呢個都就係出去啦。OK，我哋唔講8號啦，係啦。咁咧呢條8P 線咧，到其實我估佢一直都係好多人搭啊。因為
你除咗的士就冇乜車，冇車啊，冇車可以入到去，所以係好多人搭嘅8P 啊。呢個就係8P 佢多人搭嘅原因啦，係啦。好，我咧上次咧就入去南灣半島咧影巴士，我記得咧架8P 用咗行東廊之後，我用咗唔到6分鐘左右就行出咗筲箕灣啦啩，應該有6至7分鐘左右就已經行出咗去筲箕灣嗰邊啦，應該有啩。好啦，咁以上就係呢條片嘅內容啦。咁我呢條片就先到呢度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，咁大家拜拜。